那这个就是有那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它两者就是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种功德的这种说法。那么这个功德的说法来说的话，就在我们愿菩提心的功德来说的话，那就在弥勒菩萨的这个传记里面所讲的善男子然后像比如说在那个相当就是那个金银黄金或者是纯银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那我们就比如说有一个茶壶，或者是我们就有一个那个供灯的这个酥油灯杯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金或者是银或者是铜等这些金器都是宝贵的东西嘛。以这些宝贵的东西所做出的一个容器也好，或者是装饰，像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装饰项链，然后黄金的项链，或者是这个钻石的这种项链，那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装饰都是会直接会它的这个价值自然而然压下去的。如果是今天你就是有一个贴做出来的一个项链或者是黄金做出来的一个项链，这两个来说的话，就是看起来也许可能不用看大小跟重量，但也是所谓的贴跟黄金之间的区别，所以就是把整个的这个贴的这个价值是以黄金这两个字就把它整个是降下去的，就像一个容器也一样，各种各样做出来的，相当泥土做出来的，或者是什么木头做出来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容器，有一个黄金或者是纯银做出来的一个容器的话，那么以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材质的这个价值，就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自然而然降下去的。同时呢，就是它本身就是铁有铁的价值，黄金有黄金的价值。那么黄金呢，制作成任何一个东西，今天做成一个容器也好，做成一个装饰也好，做成一个任何东西，它就变成一个壶，或者是一个碗，或者是一个项链没有错，它是这样。但是它本身的这个黄金的价值还是一样的存在的。一克黄金多少钱？它变成一个戒指，或者变成一个耳环。那耳环多少钱？但是黄金的这个本身的价值是基本的价值，那这个上面才会加这个它的工艺的价值。所以呢，就是它是非常的珍贵的，如同这个一样，我们就是发了一个愿菩提心，我们修持愿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有这么珍贵的价值。然后呢，如果是这个装饰，这个黄金的这个装饰如果是坏了或者什么样子，那就是如果是今天泥土做的一个容器，比如说陶瓷等等的一个容器，它坏了也不能修复，就已经是没有它的价值了。它一个壶它有一个价值嘛，一个壶的价值，但是那个它的材质是泥土或者是木头或者是其他东西的话，它坏了就坏了，它没有这个壶的价值的话，它的成本它的根本它的材质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那就如果是黄金做出来的那就不一样，如果是黄金做出来的一个茶壶，那么这个茶壶已经坏了，不能用了，漏滴了等等，反正就是已经完全这个茶壶废掉了，但是本身的这个黄金的价值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有跟其他的功德相当，就是在其他的所有的功德跟菩提心的功德这两个区别来说的话，这样的。那么这个功德是什么时候才是开始有呢？就从愿菩提心开始修持的时候，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呢，今天如果是在那个纯银或者是黄金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如果是做出来它没有那么好看，也工艺没有达到那么庄严的情况下，它还是本身的这个价格是仍然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价格。所以就是地心的功德呢，就是其他所有的一切功德的这个功德都是会压下去的，而且呢，就是在
这个无论是怎么说呢，那个主要是有菩提心的功德，不管是大与小，但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名称也是不会丢掉的，而且不会没有的，不会消失的，仍然存在的。而且呢，就是功德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像那个今天如果是有一个环境的容器，它坏掉了，它也一样的可以有价值。如果是你需要钱把这个拿出去、买出去、当出去，都是它本身的环境的重量有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所以也是能够帮到你的。同样的，在菩提心的功德来说的话，就是反正就是从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呢，就是能够可以让你解脱的。那所以就像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珠宝，它的大小跟重量来分别，能够可以帮到你多少，总是会帮到的。一样的道理，主要是你发菩提心，有愿菩提心，有修菩提心的情况下，总有一天呢，就是从轮回的苦海当中，决定会解脱出去的。它就是有这么殊胜的，非常殊胜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刚是有愿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功德的方面。愿心于生死，随生广大果，犹不如行心，相续增福德啊。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我们那个愿菩提心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相当就是在时间的当中呢，就是会获得非常殊胜的功德。以外呢，就是刚是靠一个愿菩提心能够可以获得解脱嘛，获得不断的能够可以产生功德，然后就是获得解脱嘛，也这样讲的话，那也是不完全的，就是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必须得要就是有行菩提心啊，所以愿跟行菩提心两者都是不能缺少的。自本作人着康着